常常听人讲，这接做手袂钝，这台语接讲你就会连长，讲台语是长时行。对112年开始呢，这教育部举办这台语认证考试，当年的3月和8月拢会举办，一年拢总有3万多人去报名。若讲到今年3月这天呢，是办伫咧这个拜六礼拜，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方案，今年是头一届呢，把这闽南语改做是台湾台语来办理。 大部分的人会晓听台语、讲台语，不过对台语读写较青分。教育部当年拢举办200个台语认证考试，大约拢有3万人参加。这个拜六礼拜就是114年度台湾台语认证考试，今年是头一档正名用台湾台语办理认证，有分做基础、中级、专业 A、B、C 3种考试。3月份这天计共17000多人报名 ，A 等报名人数也有增加。 114年3月报考的人数总共有17347人，其中 A 等的考生比去年3月增加254人。 这几年，因为各界对本土语言课愈来愈重视，根据大考中心的资料显示，112年到114年3月份提出 A 等的报名人数对7281人增加到9228人。学者也表示，台语认证伫台语学证这条路，唔乃会当伫培养台语人才的过程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也通互少年人伫准备考试的过程中，豆豆啊培养母语意识。虽然这个环境一直在流行，所以透过这个考试吼，互少年人也是囡仔，伊较有这种意识，安尼伊会当有更较好的这个语言能力、语言认识，对台湾的理解。将来其实有会晓讲台语吼，有台语能力在台湾实际上是用得到的。 学者也讲，因为过去的国语政策低视台语，互人打压，造成社会多存华语，甚至看袂起母语，无重视母语。有正式的鉴定，也通互更较侪人了解，伊是正常的语言，打破错误的印象。另外，目前基础的 A 卷对112年开始是采用电脑化测验。教育部表示，确定电脑化考试的流程和规划更较完整，未来拍算中级的 B 卷也会走向电脑化考试，到时阵也会提早公布，互民众知影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